来，乡亲啊，咱刷来看这个颜宽恒位伫咧沙拉甲龙井交界的这间豪邸，本地是伊的妈妈甲其他的亲友咧住。伫咧去年台中立委补选的时阵，洪指控占用着52坪的国有保护地的这个土地。当时国有财产局的人员去会勘确认了后，颜宽恒随着叫人把这个大门甲墙围甲拆掉。但是豪邸内底包括地下室、后野，甲上尾楼阁塌起的部分，嘛是违建。颜宽恒若无主动来拆掉，竟然是以市价的一半价，4500万，甲这个厝来甲卖掉。这嘛引发着怀疑咯，是啥人伫短时间内来买这种有争议的豪邸呢？无非这是假的买卖，这种的疑点，拢爱阁调查。颜宽恒即间伫沙拉甲龙井交接的好家人厝，外表看起来正气派，真侪青色的实物，也阁有原艺设计，内部装潢嘛正高档。一楼的客厅有水井吊灯，带你照做的涂骹隔壁。餐厅的设计采光嘛真好，食饭岛阁会当坐14个人，厝内也阁有楼梯。这栋好家人厝原本是颜宽恒的老母甲其他亲戚朋友住伫内底，也阁因为颜宽恒参选到2022年中至立委的补选，红压出130坪好家人厝，牵涉到占到国有的土地大概是52坪，顶面起的违建分别是地下室一层、厝前的后野、封起来的天井、楼尾顶架起，也阁有墙围。代志曝光了后，国有财产署的人员已经来会勘过一遍，确认大门甲墙围是违建占用，颜宽恒嘛派工来拆除。中二补选，颜宽恒无选到，嘛传出伊家这间好家厝，伊比市价搁较低一半的价销4500万左右来卖。严哥嘛因为好家厝牵涉到占用国有的土地，搁有违建，第一时间内就有人愿意来买，嘛爆发出敢若是假买卖争议。即卖因为检警介入来调查，加上颜宽恒最后以1000万来交保，是毋是牵涉到假买卖，搁再一遍受到关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